屯門掃管笏啦，都可以話近年嘅新盤供應重鎮啦。咁近日仲有樓盤落成入伙，講緊嘅咧就係由旭日國際發展嘅黃金海灣。咁呢個樓盤啦就係集團喺香港第一個發展嘅住宅項目。咁單位設計同裝修質素都備受關注。咁今集我哋受到發展商嘅邀請嚟到現樓開箱一個全海景嘅3房單位，兼揾嚟驗樓師康 Sir 一齊嚟檢驗一下。黃金海灣位於青山灣段18號。距離黃金泳灘只有2分幾鐘嘅步程。樓盤背山面海，成個項目有大概80%嘅單位都有海景，而去到2期更加有高達90%嘅單位都望到海，洋溢住度假氛圍，適合中意大自然居住環境嘅朋友。項目分2期發展，每一期各有2座，分別提供692伙同631伙。第一期意南喺2024年7月推出，首批折實平均尺價9988蚊。跟住第2期柏岸喺2025年1月接力推出，首批折實平均尺價同樣唔過1萬蚊。2期都賣得唔錯，項目已經係現樓階段。今集驗收嘅單位位於2期1A 座高層 A 室，實用面積861尺，係3房1套連儲物室連廁嘅間隔。我哋會一路睇樓，一路聽下康 Sir 教路，驗收新盤嗰陣要留意啲乜嘢地方。單位冇玄關，入屋就係大廳啦，有大概268尺，樓層高度最高有3.5米，空間感十足。大廳相連38尺嘅露台，大過一般新盤嘅22尺，夠晒位晾衫。單位向南，景觀可以話係一大特點。正望出去嘅話，見晒黃金泳灘、咖啡灣，連埋後面嘅山景，山海一色，都俾人一種寧靜舒適嘅感覺。向左望嘅話，就成個黃金海岸，以至到遊艇會嘅景色，都一眼睇晒。就算到咗夜晚，都唔會話黑麻麻，景觀充滿層次感。露台兩邊都有玻璃幕牆，就算留喺屋企裏面，都可以飽覽到項目最靚嘅海景。喺呢一個樓盤嚟講，若果單位採緊廚設計，大廳同睡房就會鋪複合木地板。咁點樣知道地板嘅質素呢？咦，康 Sir 呢個位置嘅地板咧，感覺好似有少少鬆喎。其實平時觀眾如果自己喺屋企驗樓嘅話咧，個地板方面應該點樣驗收咧？咁首先啦，我哋會攞2樣嘢啦。第一樣嘢我哋會攞個平水尺去度一度佢呢啲平水 O 唔 OK？咁啊，第二個我哋就要輕輕每一個地板嘅位置要踩一踩佢啦。咁啊，好似而家呢個位置，女士都踩得喐，咁啊明顯係有問題啦。咁啊，一定要加翻固去。其後發展商安排翻執收地板，相應嘅位置冇再出現鬆同響嘅問題。下飯廳啦，闊超過5.6米啊！即係話啦，等於2張乒乓波台咁長噶啦。如果我哋用呢個空間啦，做一個睇電視距離，呢邊擺完梳化之後啦，呢一度咧，一係就擺部大部啲嘅電視機，再唔係咧裝部投影機，打造成為私人影院都冇問題。至於飯台就可以擺喺客廳儲物櫃側邊，預計可以容納到6到8個人。儲物櫃有一定深度，上面可以擺下雜物，中間可以擺鎖匙或者信件等等，而下面就可以做鞋櫃嘅功能。廚廁啦同3間房咧都係由走廊貫穿噶。最近大廳嘅咧就係廚房啦，我哋而家先入去睇下。嚟到廚房啦，空間咧都唔細噶。見到咧就係做咗3邊工作台面，上下亦都有櫥櫃，有好多嘅收納空間。有櫃桶，亦都有拉籃，可以擺到調味料，亦都可以擺到各式餐具。星盤上面有窗，有助採光同通風，方便煮嘢食嗰陣排走油煙。櫥櫃以淺色做主調，配備一系列嘅西門子家電，包括煤氣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、7合1微波蒸烤焗爐、微波燒烤爐等等。另外仲有惠而浦雪櫃、洗衣乾衣機同埋法國名望嘅酒櫃。項目嘅2房同3房單位仲會附送唔少入伙禮物，包括德國寶嘅熱水壺同埋一啲小食等等。
咁發展商咧就好啦，就送咗啲禮物俾業主啦。其實如果你話係食物嘅話咧，就要特別留意下啲食用日期啦。好似而家我哋呢啲咁樣咧，佢係最快咧係5月啦，可能要提一提啲業主咧，要盡快去食用啦。廚房內連儲密室以趟門分隔，大概24尺，有埋冷氣機，相連嘅廁所都有簡單設備。跟住就參觀下寢區啦，3間房同客廳同向，一樣有海景。先睇2間客房，同樣大概49尺，房門靠邊開，打直打橫擺張床都可以。估計擺完衣櫃之後，都仲有位可以擺到張書台仔。設有近乎落地嘅玻璃幕牆，有助採光之餘，都有助引入室外景色。轉過嚟客廁參觀下啦，以淺棕色做主調，冇窗，但就浴室寶同抽氣扇，雙門帶燈鏡櫃，方便化妝梳洗。而洗手盆下面都有毛巾架同置物櫃，企缸裏面都有位可以擺到沖涼用品，整體儲物量充裕。最後睇埋主人套房啦，大概90尺，其中一邊玻璃幕牆同客廳一樣向南，而另一邊就係向東，見到多啲黃金海岸同埋遊艇會景色。康 Sir 嚟到呢個主人套房咧，咁嗰個玻璃幕牆就做嗰個轉角設計啦。咁我而家望出去個海景咧，感覺好似仲闊落過個客廳添啊！我哋嚟到主人房呢個位置啦，你會見到其實個窗咧係好靚嘅，個海景好靚啦。但係我哋望到嚟呢個位置，其實好明顯咧，啲清潔咧係未做好。你會見到呢啲位置咧，其實全部都係之前咧佢哋做嗰啲玻璃嘅保護紙，嗰啲膠水咧溶咗喺度。但係抹嘅時候又未抹翻乾淨，我哋想抹咧都抹唔到，因為啲清潔嘅問題咧係喺外面嘅，可能要等翻發展商咧去做翻個外牆清潔啦。康 Sir 就補充，無論係出面定裏面嘅玻璃，都要小心清潔，避免抹花。主人房呢邊嘅玻璃幕牆啦，闊大概1.8米啊。即係話啦，如果係靠近窗邊擺張 Queen Size Bed， 呢一度咧都仲有位可以擺個床頭櫃。至於衣櫃就可以擺去另外一邊嘅牆身，闊超過2.2米，夠擺到個4門衣櫃。轉過嚟套廁參觀下啦。設計用色同客廁嘅差唔多，只不過就轉咗做浴缸設計，而且係明廁。康 Sir 就試過放水，冇發現到漏水問題，但係清潔方面就有待改進。有時驗樓咧，記緊要睇埋啲窿窿罅罅嘅位置啦。呢度座廁背脊，其實我哋有時都會揸塊鏡仔去望噶。而家望到咧，其實入面都有幾嚿大嘅垃圾喺入面啦。有2嚿發泡膠加1個紙皮喺度，呢啲清潔要再做好啲啦。套廁另外相連16尺嘅工作平台，擺咗冷氣機散熱器，方便第時維修。雖然話平時未必成日打開呢一道門，但康 Sir 就話檢查門鎖嗰陣，記得唔好留咗佢啊。我哋每一隻門鎖啊、窗鎖啊都要試一試去開唔開到、閂唔閂到啦。而家呢度咧，其實你會見到咧，係我哋開同閂嘅時候咧都有啲麻煩。呢啲門鎖要再執一執佢啦。發展商就補充，開閂呢一道門都有啲技巧㗎。若果業主第時有需要，可以同佢哋嘅職員查詢。咁而家係正常開門嘅狀況啦。咁如果鎖門的話咧，咁需要向上踢一個柄。再扭翻佢個鎖，咁而家咧就鎖咗噶啦。咁一樣，如果要解鎖的話咧，需要向上剔翻個柄，解翻鎖，咁就冇問題噶啦。就住頭先驗收嘅單位，康 Sir 認為檢驗新盤嗰陣有幾點需要特別留意。建議業主咧要特別留意下啲門啊、窗鎖啊呢啲位置鎖唔鎖到、開唔開到。同埋記緊要跟一跟啲地板咧，睇下有冇鬆啊、響嘅情況啦。最緊要係要留意下啲清潔嘅位置，例如啲玻璃有冇好多嘅污糟啊，座廁背脊有冇垃圾啊，同埋水箱背咧啲垃圾有冇清好佢。今次我哋係受到發展商嘅邀請提前驗樓，拍攝當日參觀單位未正式交樓，而清潔問題都係比較容易處理。驗樓之後，發展商已經即時安排執收同清潔單位。屋苑採商會所設計，連埋園林，佔地大概10萬尺，提供多達45項設施。一期會所以秋季森林作為主題，配合翻四周圍嘅山巒景致，
有宴會廳、私人影院、麻雀室、室內球場、健身室、戶外瑜伽場地、兒童駕駛公園等等。而二期會所就配合返海景，用湖畔烏托邦做主題，有25米長嘅室外泳池、兒童水上樂園、戶外遊樂場、派對室等等。仲有埋足球機、桌球俾住戶享用。項目每10尺管理費大概5個1。除咗屋苑會所，住戶一落樓就係黃金泳灘啦，隨時都可以親親大自然。呢一個泳灘全長大概半公里，係全港最長嘅沙灘之一。交通配套方面，樓盤附近有超過15條巴士或者小巴路線來往港九新界各區，例如952可以去中環、金鐘、灣仔等等，方便喺港島返工嘅朋友。至於九龍新界方面，就有 52X 同埋53分別去旺角同荃灣。去機場嘅話，亦都有 A33。住戶都可以搭61M 去到屯門公路轉車站，轉乘多達50條路線來往其他地區。對於揸車人士嚟講，黃金海灣2期都有150個車位俾住戶使用。由樓盤揸車出發，大概半個鐘到嘅車程就到中環，經屯赤隧道去機場更加只需大概21分鐘。另外，唔少朋友都需要中港兩地做嘢，樓盤喺呢一方面都有地理優勢。經深圳灣公路大橋，9個字之內可以到深圳前海同南山區。經港珠澳大橋，唔使個半鐘就到珠海同澳門。至於買嘢方面，附近嘅黃金海岸商場有超市、便利店同埋提供唔同菜式嘅餐廳，可以滿足到生活需要。想有多啲買嘢嘅選擇，項目附近都有巴士或者小巴接駁去屯門站一帶嘅大型商場。今集先睇到嚟呢一度啦。對黃金海灣有興趣嘅朋友，不妨嚟到現樓參觀下兼實地考察一下。最後啦，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，同埋記得 subscribe 28House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